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又嚟到新呢個頻道啦。今集97集，咁要分享7隻手錶俾大家嘅，希望各位師兄有興趣，記得訂閱呢一個頻道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咁上一集嘅反應唔錯，所以今日咧就揾嚟7隻都差唔多超筍價嘅錶俾大家，希望各位師兄有興趣，記得訂閱呢一個頻道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。第一隻要介紹雕陀型號20300啊，上一次嗰隻咧就係藍色嘅放射面，今次揾嚟呢隻咧就紫色嘅紫灰色嘅放射錶面啦，一樣係40mm 嘅呢隻手錶，咁外圈一樣係冇甩色啊，大家可以睇睇個質素嘅錶帶，成隻手錶都有9成新噶啦，40mm 一個計時嘅啦，計時錶盤，咁紫灰色。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效果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17點幾都冇問題噶啦。錶帶一樣係唔係鬆嘅，實淨嘅。價錢單錶一隻11000蚊，咁大家可以做下功課比較下嘅，11000蚊，睇下邊個有興趣啦。啱啱最新翻貨嘅呢隻手錶，市場上平均都要14,000蚊左右噶啦，大家可以研究下呢一隻嘅手錶。第二隻都係雕陀啦，型號12500啊，呢隻手錶就38mm 嘅，香港行貨，2014年嘅一個銀色嘅放射面啦，藍寶石水晶玻璃，背上一條實淨嘅鋼帶。手錶都好企理嘅，狀態都有9成新以上噶啦，38mm 上手效果，咁睇埋個錶帶長度18都有噶啦，咁香港行貨啦，有埋購買單嘅，香港行貨，睇埋個價錢先。6000蚊，6000蚊，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。型號12500，咁大家一上網打個型號就會出晒嚟噶啦。咁再介紹啦，最經典嘅款式，雕陀型號72034啊，一個 18K 嘅9畫圈啦，18K 嘅呢個圈，一個黑色嘅錶面，配上10粒鑽石嘅黑色錶面。咁呢隻手錶就34mm， 一條5G 帶啦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34mm， 上手效果，型號72034啊，咁錶帶夠晒長噶啦。咁市場上平均都賣緊14000幾至15,000蚊嘅，你可以上 Carousell 打個型號72034就出咗嚟噶啦。所有嗰啲資料啊都會出晒嚟噶啦。咁而家賣緊單錶一隻9000蚊啫，9000蚊。咁一個 18K 圈加件面，真係非常抵玩啊！9000蚊72034，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。咁再介紹星座啦。咁上一次嗰隻咧舊款啲嘅薄身錶帶，鑽石面，上一次嗰隻7000蚊都出咗啦。賣出咗噶啦，咁而家呢隻咧就新裝啲嘅，你見到一條厚身嘅錶帶嘅35mm， 咁一個黑色嘅錶面啦，一個羅馬字嘅外圈，咁新裝嘅錶帶嚟嘅，個扣都唔一樣嘅，你見到呢個扣咧要撳掣先開得嘅，銅軸機芯2500啊，都係銅軸機芯。咁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上手效果35mm都唔會細隻噶啦。咁睇埋錶帶長度先，錶帶仲有咁多空間嘅，俾大家睇埋個型號123103520060001。咁賣緊9000蚊啫，都係9000蚊。咁睇下邊位有興趣啦。
大家都可以做下功課嘅。跟住介紹朗琴啦，型號 L3668.4，咁呢隻手錶就42mm，一個米色嘅錶面啦，有 GMT 功能嘅，日常佩戴非常合適嘅呢隻手錶，原裝鋼帶，嗱手錶都好企理㗎，條錶帶嚟唔會鬆嘅，上手戴俾大家睇下先，43mm 唔係42mm。咁單錶一隻，日常佩戴非常好啊！呢隻錶，等陣啊，戴埋俾大家睇下先個長度，17點幾嗱，17點幾嘅，而家對焦對翻清楚俾大家睇下先，4000蚊咋，4000蚊，4000蚊一隻朗琴。就有 GMT 功能嘅，睇下邊位有興趣啦。外圈都靚仔㗎嗱，我近鏡俾大家睇下先。雖然平啫，個質素一定唔會差嘅。係啦，4000蚊，睇下邊位有興趣，記得 WhatsApp 小弟。再介紹跛領型號 A1736402 Super Ocean， 呢隻咧就香港行貨，2015年全套齊全嘅，42mm 啦，一個可轉嘅外圈，一個黑色嘅錶面啦，超強夜光嘅一隻手錶，一條實淨嘅鋼帶啦，42mm 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，咁有個排氣閥嘅呢邊。42mm 上手效果，咁呢隻就全套齊全啊！價錢128， 12800，咁有興趣 WhatsApp 小弟128。咁我又介紹一隻金錶仔啦，18K 嘅金錶，名仕啊，型號8160。呢隻手錶咧34mm 嘅。個直徑，咁 18K 嘅黃金啦，一個米色嘅錶面，寫住750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嘅。34mm 一條代用帶啦，呢個就包金扣啊，包金嘅錶扣，同朗琴嗰啲一樣噶啦，係包金嘅嗱。34mm 上手效果，咁成隻錶總重咧就40克左右啦，成隻錶計算。13800，咁睇下邊位先有興趣啦 ，WhatsApp 小弟138。咁歡迎實體店交收，記得 WhatsApp 小弟睇啱邊隻手錶。多謝各位先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呢個頻道，多謝各位。